但是类似这款主体甲上架混合式建筑有50栋，为了避免出现类似14号高雄大楼的重大伤亡，政府相局将全面加强相关消防公安的检查，其中委托嘛亲自前往混合式商办大楼关心，针对火警自动通报系统以及室内消防箱的设备实地测试。报警设备的部分，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在如果人员先发现火警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借由市长要不要按一下？我们可以做一下测试。我们可以借由那个手动报警机的一个按下去以后。所有人员请注意，现在已经发生火警，请迅速把讯号传到我们楼下的一个总机，那总机它就会把那个地区警铃的部分跟广播，让整栋的民众知道说现在火灾发生。那在总机的部分，它有一个回路，可以知道说到底是哪一个回路有发生动作，可以马上派人来做一个。可以知道是哪一个，可以知道是哪一个楼层、哪一个回路发生状况，可以马上来做应变。根据了解，这栋地上23楼、地下3楼的大楼，84年就摕到使用执照，105年曾经发生过火警，所以上局嘛选择伫遮进行高楼救灾演练。包括第一时间找出起火点灭火，一直到抢救以及现场的救护，要将可能的伤亡降到上低，也为民众带来安全来严格把关。这个检查都是持续性的一直在进行，但是我们也非常去深自去检讨，是不是有哪些因为已经很早的这个大楼，它不适用于现代的法规，而可以合法的存在。这个部分我们一律要求用最新的这个消防标准去检视，因为人命是不可以打折的，人命也不可以分早年或是现在，所以说对于这个消防的标准，我们一定是用最新的标准，用最严格的标准。那至于有些说没有管理委员会，没有管理委员会。就可以不用公安的吗？我想说，没有管理委员会，我们还是要辅导他们成立。住户必须为自己的公安安全、消防安全负起一定的责任。那当然，政府该补助的，我们也希望补助。那如果有一些集合式的住宅，有一些荒废的部分，里面堆积杂物的部分，我们要对那个住宅的所有权人，来加以约束。如果说你在你的住宅没有在使用，然后堆积杂物，然后有公安危险的，我们该开罚就开罚。持续强调，上局除了并且针对复合式建筑容易做公安稽查，未来1个月内，嘛会针对50处的建筑全面来体检，有确实的限期改善，无改善的开罚单，来保障市民安全。台湾新闻，阮子林根采访报道。